来看基泰大地案厝边损害的报告指出，讲甲目前的建案可能无直接绝对的关系，认为讲可能是地质的问题哦。也毋过有议员是无法度接受。台北市建管处是指出讲，检查发现讲附近哦，共款拢有地质相当的情形，并无讲这个损害是甲基泰完全无关系。会等到收到完整的鉴定报告，就会来要求基泰建设甲住户来讨论损害赔偿，进行协商。 好，我们来看一下住户家的门哦，关不起来了。门无法度关，壁啊壁损也继续发生。北市基泰大地建案造成附近民家受损。北市议员陈义军即期受损户鉴定报告出来，内容说讲，根据土地雷达扫描结果研判，可能是当地地质局部松软，无直接证据甲基泰绝对相关，互人无法度接受。住户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相当的心寒，心很痛。 好像又重重的被台北市政府踩踏了一下。报告上面写着，大直街94巷3弄12号的状况跟30号基地30号极为相似，所以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出该局部疏松情形跟基泰是绝对相关的。对此，北市建管处回应，这个鉴定报告是指出。 土地雷达检查发现，这区土骹底同款有地质松软的情形，并无讲损林甲基泰无关系。报告中，有网有指出，基泰施工有对4棵为住户造成梁条等损害，搁较有列出施工前后的差别。增宽的裂缝、增长的裂缝都去做了一个记录。那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报告里面有一个600多万的一个赔偿的金额的依据，因为前后有一个比对，哦，施工前跟施工后。 它改变了什么？针对透地雷达部分，因为它并没有之前的资料可以比对，所以确实也发现在地下3米有土质疏松的状况。但这一部分没办法直接证明土质疏松情形可能是基泰施工造成的影响。监管处也表示，若受损户对鉴定结果有疑问，也是会当请土木技术工会说明。后手北市府收到完整的土木技术工会鉴定报告了后，也会发文给基泰，要求基泰甲住户讲损害赔偿，甲后手的协商。记者综合报道。